来继续来看这个台电，前这段时间送电一度是真紧张，土航嘛小连续失电几啊届。台电的总经理王耀庭顶礼拜六是无张持请辞，讲要负责，经济部全力甲慰留。台电早起开记者会，王耀庭现身，针对着请辞造成的社会纷扰来找实例。王耀庭强调讲，伊所做的决定拢是对台电上好的。尾也伊宣布讲，要来接受慰留，要继续为台电来负责。我自己之所以提出辞呈，最主要因为是我要为台电负责。那我留下来也是一样，我要为台电负责。台电总经理王耀庭最后决定讲接受慰留，无要辞职啦。慰留就会有一些民众流言蜚语。会从很单纯的事件被扭曲成缺电，还有就是人员真正错误。这些事情让我的同仁在现场工作遭受到无比的压力。唔甘台电的同仁受到真大压力，念出员工的批，忍不住喉甜。我看到这个“哈哈哈”3个字。很难过。如果要道歉，我天天道歉，天天要道歉好多次，这合理吗？我希望我的辞职能够唤起大家重视什么才是台湾人的善良。为发电、送电、配电所有的流程拢无疏忽，希望大家莫阁惊体验。在发电端这边呢，大家都一直在吵，电太贵，再生电太贵。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，各位只要进原厂，不要发电厂。各位认为我不会急吗？电力的建设，尤其电厂的建设，随便都是5年、10年以上，最起码是10年左右的规划才会完整。而不给台电这个时间，真正等到电不够再骂台电。王耀庭强调讲，伊绝对毋是外界所讲的出来代替真多人，嘛定清讲，对着经济部，伊无虾米不满，就算各界也有怀疑的声，伊嘛会继续留伫伊的职位，一直到5日公新内阁上任，才决定去留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